各位觀眾大家好，民建聯一直關心社區，致力解決居民問題。今集社區情報將會繼續向大家匯報過去一個月民建聯嘅重點地區工作。如果大家遇到社區問題，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健仔，近日水管爆裂同埋滲漏事故頻繁發生，咁點算啊？其實我都有留意到嘅，所以我哋東區、九龍城、沙田、葵青同埋屯門團隊都分別即時到現場跟進同埋支援。咁不如我帶大家去現場睇睇。接二連三嘅多區事故，揭發老化水管現象，而非單一區域之困，而係全港性極需正視嘅民生痛點。我哋將要求政府加快更換高危喉管，從根源解決反覆滲漏問題，讓爆完又爆不再成為市民嘅日常擔憂。其實除咗水管問題之外，我哋亦都十分關注交通服務。之前我哋嘅元朗團隊亦都收到唔少居民嘅意見，不如我哋睇下發生咩事。隨住錦上路站一帶嘅屋苑相繼落成入伙，位於錦上路站 D 出口外嘅新公共運輸交匯處亦已全面啟用。民建聯元朗團隊收到唔少市民反映，交通交匯處遷至目前位置後出現安全等問題。我哋將與運輸署方面跟進，探討優化公共交通交匯處嘅可行性，保障市民出入安全。好啦，我哋睇完交通問題之後，咁不如我哋轉睇下環境衛生問題。其實我哋多年嚟都持續關注香港嘅野鴿滋擾同埋環境衛生問題。離島團隊近日同漁護署及物管公司代表實地跟進非法餵野鴿黑點，發現喺松仁路路邊嘅草叢有非法餵野鴿嘅痕跡，即時要求漁護署加強執法同巡查，改善社區環境衛生，保障居民健康。除咗跟進民生議題之外，我哋亦都舉辦形形色色嘅社區活動，照顧居民需要。咁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去睇下。中西區團隊早前舉辦以物易物環保回收活動，鼓勵街坊以閒置物品換取日常用品，推廣環保減廢、資源循環再利用。而沙田團隊都舉辦義務法律諮詢活動，律師即場解答平安紙訂立、噪音滋擾等常見問題，為居民排憂解難。今集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亦都歡迎大家留言，下集再見，拜拜。